继续来看高雄鼓山一间设计公司的头家收到报告，一个拆开就爆炸，家二楼窗仔门甲1楼大门的玻璃是崩甲脆糊糊。头家全身有高达60%、2度到3度的烫伤，有生命危险。警方研判应该是私人的纠纷，嘛已经离新北市的习指抓到相关。15中昼12点外，高雄市鼓山区民空街一间设计公司发生爆炸，保养节话拢全乌烟，1、2楼的玻璃拢碎去，厝边隔壁嘛拢惊到，赶紧报案。12点我嘣一个，我跑出来看啊，整个都是烟。厝内壁拢乌乌的混者，消防就按赶紧将受伤的人救出来，送病院急救。伊是53岁姓房的头家，全身有60%、2度到3度的烧伤，有生命危险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头家伫早时收到纸箱的报告，中昼一拍开了后，就发生爆炸，这威力非常大。研判这名报告的炸弹客是针对被害人来的，可能是有纠纷，或者是受困。就大拉拉的，就拿着包裹路上晃，然后就放在他门口这样。姓地主嫌已经伫实质备了，警方传调另外一名女子到案，持续厘清规件案件背后的动机，才愿意对外界做进一步的说明。